歡迎返嚟我同鳥寶外出嘅 vlog。換件衫先啊，搞掂。等等我翻返食 B B， 我哋準備出去啦！曬太陽喎，今日好大陽啊！等食 B B， 發風，好好出啲啲啦！食 B B， 食 B B 啦，食 B B， 等等。阿花，食多啲。今日係2月15號，時間係13點40分。今日陽光普照，所以可以出街曬太陽，正。落咗地面啦，而家行路，手扶電梯。同鳥寶佢哋一齊用行嘅方式去個目的地去食嘢，其實都幾舒服嘅，又有啲微風，又可以睇下風景，影返張相先。太陽，好嘢！人等我翻返食 B B， 有太陽曬啊！差唔多啦，差唔多啦，差唔多到啦。呢個公園望落真係好舒服。到咗同媽媽一齊食嘢嘅地方啦。鳥寶佢都好雀躍啊，都唔係第一次嚟啦。影開個餐牌有冇更新先？喂，媽媽叫嘅啲餐嘅湯已經嚟咗，飲品都嚟咗。我今日食咗嘢，所以唔會食嘢。但係我會飲茶。嘆返杯茶先。得得，媽媽叫嘅嘢食都嚟咗啦，2個餸。食飽之後就同鳥寶一齊去曬太陽同沖涼，真係超舒服啊！間到啦，咪唔錯啦，係咪唔錯啦？返到屋企咯，樓下啦，等 lift 啊！個個都俾你嘈醒啊！返到屋企就收到通知話送貨嗰邊呢就趕唔切準時送貨，即刻要同阿媽落去掃貨。